和歌山一直都唔算係熱門嘅旅遊地，比起大阪、東京，好多人甚至唔知道佢喺邊。但因為咁，響呢度先正保留到一種好慢嘅節奏。和歌山響關西嘅南邊，有海有山，亦有文藝嘅同詩意嘅名。響呢度有好長嘅鐵路，一路帶你離開繁囂嘅城市。呢度出名嘅唔係大型嘅景點，而係溫泉、漁港、寺院同埋一種好安靜嘅生活感。經過個幾鐘嘅車就去到呢個和歌山站啦，我就冧聲去呢個桂志村線。呢度就係入口。桂志村線呢啲車呢，就係好有特色，就總共有4款啦，每款都有唔同嘅特色嘅。呢度係其中一款啦。呢度係第2款。但係問題係啦，你唔記得買票喎。跟住話唔緊要，到車站嘅時候呢，仲可以買飛。終於有錢啦！ OK。 1, 2, 3 others。呢啲就係1日飛。好啦，拍翻張相先。耶！呢部係另一款嘅車啦。集呢啲明信片印係有特定嘅地方集嘅。就穿入去，然後呢個印落住。得啦，佢拼埋咧不同顏色拼埋咗之後咧，就變成一個彩色嘅。壓呢啲印咧係有特別嘅方向指示咁樣去壓，如果唔係，好似我咁樣就會錯誤嘅示範啦。哎呦，我以為呢度咁樣。咁樣 ，OK。呢個我係錯誤嘅示範啦，因為擠錯咗方向，所以咧就印錯咗啦。呢部車上邊咧有好多嗰啲櫥窗，咁就放滿咗好多嘅商品，好似呢個貓站長啦，仲有啲清酒。我就唔知呢啲商品咧係咪賣嘅，佢就冇貼價錢，咁估計都係展示用品啦。轉咗一圈又去到和歌山站啦，有啲肚餓就去商場食下嘢先。呢度有一個近鐵商場都好大，下邊有 LV 店，咁顯示嗰個層次都比較高嘅。因為肚餓，所以我直接去地庫嘅 food court 裏邊食嘢啦。哇！泰式喎，沙律話。地庫都好大下，有個大嘅超市啦，同埋一啲嘅美食嘅攤檔。美食攤檔係外賣嘅，你可以買咗啲嘢食，然後去呢個飲食區裏邊食。好啦，終於去呢個和歌山城啦。和歌山城呢，總共有2個入口，呢度其中一個，下邊呢有好多啲美食攤檔。
基本上都係買啲日本嘅小食啦，仲有啲咁樣玩遊戲嘅。呢度係山城下邊嘅公園。佢個佈局同大阪城好似。好啦，登山啦！登山都好好行，好似行公園咁樣。欣賞下啲紅葉先。咁啱先呢，就係菊花展，咁就可以睇到啲不同嘅菊花啦。山城其實行幾分鐘就到啦。我嚟嘅時候，紅葉都落咗好多下，咁啊有啲頹敗嘅感覺啊！呢度就天守閣，要買飛入去睇嘅。簡單講講和歌山城嘅歷史啦。和歌山城呢，就係豐臣秀吉嘅細佬起嘅。所以同大阪城呢就差唔多樣啦。和歌山下邊有一個動物園，其實都好細，但係都養咗幾多動物下㗎噃。最估唔到嘅竟然有一個企鵝池喎。
哇！呢啲唔知兔仔啊，隻兔拔鼠嚟嘅，好大隻。哇！狗仔咁大隻啊！仲有一匹馬仔，呢啲就咩樣啦。我估計呢種係叫鹿吧。仲有大師兄啊！好啦，參觀嗰日咧就咁啱先係呢個和歌山嘅光影節開啊，咁就有個儀式，大家睇睇啊！好嘢，亮燈啊！官方宣稱呢，就呢度安裝咗130萬枚呢個 LED 燈嘅，就喺呢個和歌山城同埋呢個和歌山站之間舉目大道呢，就係掛晒響度。啲燈就咁掛晒響樹嗰度。如果你去和歌山玩嘅話呢，就可以順便嚟睇下。如果想特登嚟睇燈飾嘅話，我都建議就唔好啦，不如去南波嗰邊睇下啦。